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难道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切！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，你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呢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哎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帮臭男人！哼！王爷，我查到了，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。快说。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，进城之后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。我听说他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日在仪式上，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，我就知道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王爷，既然此女有问题，我去把她赶走，以免晴柔更加误会。不必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？王爷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。你先莫要着急。我问你，比如这咬人的猛虎，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，还是关在笼子里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与其将他赶走，不如放在身边，以便更好的防范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对了，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，以免她更加误会。慢，晴柔姑娘向来心直口快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可是王爷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无妨啊。我倒想看看尹晴柔这坛醋到底有多酸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双儿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王爷这几日每日操劳，便吩咐小厨房炖了碗鸡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双儿姑娘有心了，本王先谢过，鸡汤先放下吧。王爷，双儿有些话想跟王爷说。但说无妨，本王自然洗耳恭听。坊间有很多关于双儿的传闻，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？哦，是何传闻？不曾听过。坊间都传闻说，双儿与凌尘王有染。但是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双儿与那凌尘王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哦，你与二哥之间有何冤仇啊？当日那凌尘王在双儿家乡逛灯会。自从双儿第一次见到王爷，便知道王爷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
请王爷为双儿做主。此事非同小可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王定将还你一个公道。李章，在，扶他下去，好生安歇。是。谢王爷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，言辞恳切，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。我的天，他都……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呀。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阿广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少商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！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厂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少挨呀！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
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儿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儿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，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倒公壶。好啊。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
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双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双儿明白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，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。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输一筹，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但要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还要拖一拖他谢延齐的后腿，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点啊！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贴的，别等你写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嫌我慢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阿广。哎，你说这个地方也没个招聘网站什么的，哎呀，真不方便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越来越想家了。哎，王爷，冰块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去讨论国家大事了吗？看这个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你若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哟，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挺心烦的。来说说吧，本小姐就给你匀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陪你聊20块钱的，说吧。西南巡抚上书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。我也问过户部的人，他们说西南当地困苦，今年又逢天灾，所以请求减少纳贡。他们还提出了要求，若是再补充一份贡品的话，希望能够减少今年的赋税。然后呢？父皇让我和二哥回来好好想想，明日早朝商议此事。这确实是个难题啊！民以食为天，如果都吃不饱穿不暖了，还纳个屁税啊！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个税收啊是国家的主要来源。可是如果说减就减的话，那岂不是成了儿戏？但是这既加税又上贡的，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哎呀，
好纠结哦。看来你倒也明白，所以我也在考虑，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。这西南贡品到底是什么？得有多值钱呀？能让别人冒着杀头的罪都得去截胡。你不招人讨厌的时候，还是挺有用的。哎，你，去，没意思，不跟你玩了。哼。各位父老乡亲、大哥大姐、弟弟妹妹、叔叔阿姨、大姑大婶儿，大家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！小妹不才，乐天斋老板之一。这乐天斋呢，就位于长安街的繁华地段，环境优美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，还请大家莅临指导。欢迎欢迎！来，现在乐天斋啊，需要招聘掌柜1名、账房1名、sales 3名和库房管理员1名。同时我们的薪水也比其他同类店铺高3成。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来来，回去多跟兄弟姐妹们宣传宣传啊！多宣传宣传，有优惠啊！有优惠价啊！谢谢谢谢。西南上奏，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，又逢天灾，请求今年减少贡赋。众爱卿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回陛下，西南临近滇藏，关系边疆安稳，贡品被劫，实属无奈。以微臣之见，此朝贡酌情减免，倒也无妨。皇上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，竟敢公然抢夺贡品！以臣之见，出兵剿匪，夺回贡品，告示天下，以儆效尤。说得对，就是对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呀？父皇，儿臣听闻西南百姓遭受旱灾，生活困顿，加上此次贡品又被劫，实属雪上加霜。如若在此时加贡，恐怕对他们来说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困难。以儿臣之见，向西南百姓减贡1年，这样让西南百姓知道吾皇仁爱之心。二哥此言差矣，朝廷纳贡意在威慑，并非真贪图那几箱珠宝、几只珍禽走兽。父皇，儿臣认为，贡品被劫，罪在西南，并非朝廷。说的是。想不到，萧儿平日沉醉于风花雪月，遇到大事倒也不糊涂。妻儿，依你看呢？回父皇，是否减贡，儿臣不敢妄论。但昨日儿臣翻阅书籍，了解到，从西南运贡品进京，所走之路根本不经边疆，似乎并没有土匪藩邦猖獗之地。而这贡品之中，除了少部分珍贵药材外，大部分都是重超千斤的天青石。这种石材我朝有规定，仅限皇家使用。儿臣只是奇怪，像这种沉重又无人敢买的天青石，他们就是真的劫了去，又有何用呢？老臣以为灵齐王言之有理，皇上应尽快派人调查贡品被劫一事，待真相大白之后，再来商议是否减贡，也不迟啊。好，准奏，就按爱卿说的办。父皇，儿臣请旨前往调查，还望父皇恩准。这件事稍后再议吧。是。已开始。